彼得前書第2章。所以你哋要除掉一切嘅邪惡、詭詐、假冒為善、嫉妒、留一切誹謗人嘅話，愛唱爭出世嘅恩愛，渴慕順暢嘅靈念，本你哋通過佢來狀態知道得救，像聖經所講，你哋已經嘗過主慈愛嘅滋味，愛親近主。佢係神嘅石頭，雖然佢本人稀缺，總係上帝揀選佢，看佢做寶貝嘅。你哋也要像神嘅石頭，樹建造成咗屬靈嘅聖殿，在佢為做聖潔嘅祭司，通過耶穌基督來獻上帝所歡喜屬靈嘅祭物。因為聖經講，我托一塊貴重嘅石頭，來做錫安房角嘅石頭，信靠佢嘅，絕對唔會失望。對你哋信嘅人來講，呢石頭係非常寶貴嘅，仲係對嗰啲唔信嘅人，乃水師傅所發掘嘅呢塊石頭，已經上咗天氣中最重要嘅。聖經另外又講，呢塊石頭會絆人嘅腳，係會使人跌倒嘅大石頭。佢哋絆倒咧，因為佢哋唔信正道。呢也係上帝嘅旨意，總係你哋係屬揀選嘅一族，係王嘅祭司，聖潔嘅國，上帝嘅子民。上帝呼召你哋離開黑暗，進入其奇妙嘅光明，來宣揚其奧妙嘅作為。你哋以前唔係上帝嘅子民，總係呢下係佢嘅子民。以前冇得到上帝嘅憐憫，呢下已經得到佢嘅憐憫。親愛嘅朋友啊，你哋在世間係旅客，係避難嘅人。我勸你哋唔好放縱肉體嘅情慾，情慾從來就係攻擊靈魂嘅。在外邦人當中，你哋應當有端正嘅品行，本佢哋講你哋壞話，責備你哋做壞事嘅人，因為看到你哋嘅好行為，在主再來嘅日，會歸榮光本上帝。為到主嘅緣故，你哋要順從世間所有嘅掌權者，就係世上嘅君王，並其所派來執法作惡、將利行善嘅官長。因為上帝嘅旨意係愛你哋用好行為來實施嗰班糊塗人無敵嘅罪。你哋要做自由人，仲係唔好用自由做邪惡嘅借口。顛倒，你哋要做上帝嘅奴僕。你哋要尊重每一個人，錫信主嘅兄弟姊妹，敬畏上帝，尊重君王。做奴僕嘅，你哋要順從主人，也要對佢哋表現十分嘅恭敬。唔單止對好心溫柔嘅主人愛安樣，對粗暴嘅主人也愛安樣。那係你哋看了係上帝嘅旨意，感恩人數唔應該食嘅苦，上帝一定會舒服俾你哋。那係你哋因為犯罪來人數極大，有乜嘅功用呢？唯有因為行善來人數苦難嘅人，將會得到上帝嘅舒服。上帝呼召你哋嘅目的，就係在這位，因為基督為你哋受苦，留下榜樣俾你哋，愛俾你哋聽佢嘅腳步行。佢無犯過罪，無人通過佢講話了。佢本人辱罵無恩罪，本人虐待也無講恐嚇嘅話，只有仰望嘅做公義審判人嘅主。基督在十字架上親身擔當我哋嘅罪，本我哋既然在罪惡上死，就為到公義來生，因為佢所受嘅鞭傷，你哋就得到醫治。
以前你哋像迷路嘅羊，總係掠下已經回頭，聽聽你哋靈魂嘅牧者老監護人咧。